你有冇發現人生最難嘅唔係冇錢，唔係辛苦，甚至唔係失敗，而係當你行緊自己條路嘅時候，身邊有無數把聲喺度誘惑你，金錢、名利、一刻嘅快感，佢哋好似魔鬼咁喺你耳邊細聲講：嚟啦，攞我啦，一次啫嘛。但係雖係一次嘅人，往往就係咁樣輸咗成世。今日同你講兩個故事，聽完之後你會重新定義咩叫強大。有一日，老和尚帶住小和尚落山，市集入邊有個賣菜佬好出名，佢唔使綁，手一捉就係一斤，街坊都話佢係神手。小和尚睇到眼定定，師傅佢好犀利啊！老和尚只係淡淡然講咗句：佢今日一定會出錯。小和尚唔信，老和尚就行埋去，攞出一沓銀紙話：你幫我捉一斤菜，如果你拉得準，呢度10倍錢俾晒你；如果你拉錯，我1蚊都唔會俾。賣菜佬一見到嗰沓錢，眼都發晒光，佢心入邊開始計10倍喎。如果我揸少啲，係咪賺更多？萬一揸多咗，咪蝕底。佢隻手開始震，腦入邊全部都係錢。結果一捉多咗2兩。老和尚望住佢，冇鬧佢，只係講咗一句：誘惑一嚟，你嘅心就亂，心一亂，你手上嘅準繩就冇咗。好多人唔係輸喺能力，係輸喺嗰1秒鐘嘅貪念。呢個世界最恐怖嘅唔係有人引誘你，而係你以為自己控制到，但其實當你心動嗰一刻，你已經輸咗。真正嘅高手係喺誘惑面前依然可以保持平常心。講到控制心念，有一位世界級舞者嘅故事仲震撼。有次記者問佢：你咁瘦，身形咁完美，你平時最中意食咩？舞者笑笑口答：冰淇淋。記者心諗咁中意食，一定係放假會食啦，就問佢：咁你幾耐食一次？舞者平靜咁答：我已經18年冇食過，18年唔係18日，係6000幾個日日夜夜。舞者補咗一句令全場靜晒嘅說話：我中意佢，但我唔需要佢，我唔想為咗1分鐘嘅甜味去換一世嘅後悔。好多人會話食一次啫，聽日先減啦。但係你要明白，誘惑從來唔係一次性嘅，佢係慢慢削弱你嘅意志。今日你退1步，聽日你就會退10步，到最後你連自己想成為邊個都唔記得。偉大嘅人唔係冇慾望，佢哋都想食，都想玩，都想懶，但分別在於普通人想要就即刻要，成功嘅人想要但係可以忍。人生唔係睇你想唔想，係睇你守唔守得住。自律唔係去壓抑你自己，而係你對自己人生最高級嘅尊重。記住，誘惑唔會害死你，但係嘅貪念會保持平常心。唔好俾呢個花花世界帶走咗原本屬於你嘅節奏。今日辛苦啦，我哋下條片見。